后来继续来到高雄的六股，互即届的西南气流的大雨取缔甲真正力，土石流直接灌入去人家厝，甚至甲窗仔门堵掉咧。在地乡亲讲，已经住60外栋咯，毋捌拄过即种的状况。加在民众拢提早来撤离，大家拢平安。也毋过里长讲，大量的土石已经威胁到因的安全，希望相关的单位派人员协助清理。带老因土水对顶油一直冲落来，淹入去到面体内底。大量的土石直接灌入去面体，甚至淹到窗仔门遮悬，厝内更加是如苍苍。啊，这拢家具拢浸水啊！家具拢浸水，后门的灶骹嘛同款。食饭桌甲椅啊，冻到晒花，涂骹拢是落汗霾，窗仔门甲后门拢互石头塌咧。它那个防汛工程做得不够确实，所以它那个水那个箱涵堵住了以后，水就往我们这边流。所以造成那个泥沙的堆积、土石的堆积。高雄六股中兴里的住户讲，在这住60几栋，无看过这咸的画面，希望当地高所会当派人协助清理，损失暂时无法度估计。也毋过加在当地居民有提早撤离，无人伤亡。六股已经连续上过6天的大雨，当地溪水中大水，哪一户面体受灾？那个88风灾的时候，我们这边是完全没有受损。挡土墙啊，还有一些排水工是有在做，但是我觉得动作太慢了。左边有差不多有60户的住户，右边有差不多10几户的住户受到财产生命的安全。对顶礼拜5到昨3点40分为止，六股区累积的雨量达到1094毫米。相关单位让后方派过手100到3工清理，协助居民重建家园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